大家好，我係老 Sir。今日我會教9條主項轉換例題同埋佢做數口訣嘅。首先，我哋要知道咩係主項。主項係唯一主宰其他變數嘅未知數。主項位置係表主項、令主項。其後移項嘅方式係逆施，亦即係相反動作，加變減，減變加，乘變除，除變乘。最後完成嘅狀態係主項等於冇主項。第一條題目，我哋發現主項係 y， 而家個主項嘅 EXY 已經放咗喺等號左邊，所以唔使喐。而唔關主項事嘅加3就移去等號右邊，採用逆思維，加3即係變減3，乘 2x 變除 2x， 咁就完成㗎啦。另一種速算做法係忽算，忽略關注在心算，集中注意 y 嘅積，忽略非 y 嘅項，左減右結果係 2x， 分母係 2x， 然後當 y 係0，右減左結果係 6x 減3，分子係 6x 減3。第二條題目，我哋發現主項係 b， 首先見到括弧就拆咗先，亦即係將括號內嘅每一項，例如 b 同正7都分配括號內嘅積 a 乘落去，然後將所有關注項事嘅全部放返喺等號左邊，其他項全部放喺等號右邊，之後左邊抽主項，除主項積，最後分子太多負就負上落，反轉分母每一項正負，例如正 a 變負 a， 負1變正1。集中注意 b 嘅積，忽略非 b 嘅項，左減右結果係 a 減1，分母係 a 減1，當 b 係0，右減左結果係負6a，分子係負6a，負上落。第三條題目，我哋發現主項係 a， 但係佢全部放喺等號右邊，而且全部係正數。如果我哋貿然用逆思考移項至等號左邊，會搞出好多負，所以我哋採用等號左右互換。但同學切記，唔好將呢招同移項混合一齊使用，因為傳統移項符號係會反轉，但左右互換唔會。之後嘅步驟就好似前兩條咁，左右互換，集中注意 a 嘅積，忽略非 a 嘅項，左減右結果係 b 加 3c， 分母係 b 加 3c， 然後當 a 係0，右減左結果係 p 減 2bc， 分子係 p 減 2bc。第四條題目同之前有啲唔同嘅地方係佢要約走公因子2，如果保留分母2就會扣分。第五條題目見到分母就將分母飛過等號對面乘，集中注意 a 嘅積，忽略非 a 嘅項，分母飛過對面乘，左減右結果係3，分母係3，然後當 a 係0，分母飛過對面乘，右減左結果係 7b 減8，分子係 7b 減8。第六條題目同第五條差唔多，見到分母就將分母飛過等號對面乘，集中注意 a 嘅積，忽略非 a 嘅項，分母飛過對面乘，左減右結果係 3b， 分母係 3b， 然後當 a 係0，分母飛過對面乘，右減左結果係 2b 減5，分子係 2b 減5。第七條題目佢同第五、第六條有啲唔同，因為佢有兩個分數，但係唔係放喺等號左右兩邊，同時冇其他雜項，所以要通分母。每項缺乜分母就補成乜分母喺分子，然後所有分母消失就 OK。呢條 A part 同之前差唔多，我就唔多講啦。至於第8條 B part D 減少1，即係將 D 變成 D 減1，爆開後千祈唔好將數字合拼，反而數字部分左右互換，前面嗰兩堆就可以合成舊 C。依家我哋發現新 C 係舊 C 減4，所以 C 係下降咗4。呢條 A part 同之前差唔多，我就唔多講啦。第9條題目最關鍵係佢尾數10要分配個分母2俾佢化簡成5，跟住我哋有一個題外話嘅，其實主項轉換嘅過程係可以 skip 晒嘅，心算夠勁嘅話，一步出答案就可以直取3分。不過風險係答案錯咗直接0分，有步驟，例如消失分母8括弧，移項抽主項，啱咗就會有 M 分。